新竹两千农地开发案引起网友大嘅议论，就算厂商无违法，也应挂保证讲，因能工厂做得到零排放。不过，更加人怕已经完全无法度相信无污染也件事情呢。因真假使里面有污染，也个土地也无法度归到本单嘅用嘅也有。同时也几多人喺争议嘅系农业喺屏东嘅金屯带呢，为到工业牺牲农地。唔係路為到是飼養豬肉吃條豬下，更加也個案呢怕唔會繼續嘅，加講呢有幾大原因也係認真，才提向前幾日嘅強減適合起來，太上講出人人嘅心上，安尼政府如是唔得怎麼看到，那麼有改變，繼續來看一個過程。深山種茶地波一個塑膠局能嘅塑膠貼嘅呢，講係全球第三大嘅企業，新竹企業已經喺呢批2000寸一隻嘅買嘢14公頃嘅農業用地，想去睇下石工廠生產一個塑膠貼嘅，不過製作過程地波可能會產生嘅化學污染，會向前一定少，一定因為農地就應該用來種作，使唔得去工廠。大幫噴灑內桶2000的水，只用按到農作物。種族順的農民李清良個老郎，兩下班就對族人的替代下，作出幫忙的竹筍。伊個竹筍認真無違化學皮，食起來個清甜。我新竹企業的一天天就睇兩個別嘅。我黎盛洲哦，我的园区黎盛洲，它6米年了，6米，它到这个地方，它6米嘛，我们就6米宽，6米宽而已。就行吉普局的天天，李清良是才冇辦法接受，工廠就會開提自家的族人順口。它有表明的嘛，它是要做那个塑胶制品，塑胶制品一定盖草嘛，超公共嘛，就第一个对。啊，第二个呢，就是说水污染，它那个塑胶东西下去，对，污染下去，对，它这我们就全部都完蛋了嘛，全部都要吃到它那个的那个污染物了嘛。那水啊，用水，它是一个模具降温还有管路降温的循环用水啊。那循环用水它是补充消耗到的蒸发，还经过污水处理厂。我跟乡亲说，我可以提供3大监督。空气排放你来监督，用水量我装水表你来监督，污水你来监督。新竹企業創業30幾年，也有做也有賣沖茶皮片，茶皮多項立體腳貼的也掉。2年人前，佢聽我唱鬼唔用嘅回到家鄉，用1瓶3800的發現澎湃家私，買到呢鋪嘅2000寸14公頃都市計劃起度嘅農地，做環境影響評估通過。經過都市計劃變更嘗試，農地就做得變更做一種工業用地，來開4.4公頃的生產工廠，按算年代就會完成生產的嘗試，107年就會開始來起廠房。那我這個開發案是根據產創條例，而且投入了這塊地買了快3年了呢，那走的程序走了1年半多了呢，那未來還要走多遠不知道呢。那縣府核可了之後，不是通過呢，還要到內政部呢，都市審議呢，那層層把關了，我們走這樣子，而且這個開發程序如果這麼冗長，我們已經這個也蠻辛苦的啊。聖州是否能夠成立、能夠設廠與否，它其實有3道關卡。第1道關卡，環境影響評估；第2道關卡，縣都委會變更；第3道關卡。縣都委會假設也通過之後，他還要送內政部的內政部都委會，這3道關卡，屏東縣政府或者是官方單位都不會超過1/2，甚至於都有第三方的學者專家來做嚴格的把關。廠商見講，開發出開係照法照嘗試來做，屏東縣政府未見強調照法行政。我照建基浦工業區去年8月的統計，屏東縣有139公頃用地解放的工業用地，係全國第2高嘅。因為新竹企業唔係愛去工業區度項，3點多買農地來開發咯。大慶2年前，我的朋友在那裡設廠，一坪是3萬塊，建廠完3萬塊，不到2年多，現在7萬5一坪，那這種高成本，
台商怎么愿意？我们是中小企业，我们不是大型的企业。现在有140多公顷的工业区用地，但这些工业区的用地说明清楚，它的所有权人并不是政府，也不是屏东县府，所有权人是私人。你有闲置工业区，你本来就应该优先。那如果你觉得闲置工业区的土地太涨，你们是不是应该去做协调？比如说政府应该给闲置的抽适当的税，让他们不闲置，要赶快把它租出去，而不是只是说好这块地你不用，我就再去给你开，再去找一块农地来开发。圣州他现在用他私人公司的钱去购买了农地，也就是说，现在的农地所有权人是私人所有。当今天他是私有财产的时候，他有权利申请他的变更，他有权利申请他去改变，他有申请的权益。其实是很难自圆其说，也就是说，他其实已经同意他来做变更的申请以后，再帮他网开一面。这个行政权的这个过度的解释，替代法律哦，这个行政部门推翻了原有的法律设定，然后再来帮他开个案审查，所以这个是整个混淆了这个环境影响评估法的这个保全的目的，也同时把过去的都市计划法一概踢开，那所有的老百姓所相信的这个法律程序都不被尊重。苗种长土来讲，屏东县政府的讲法免唔会侦查，申请土地变更提出环境影响评估，如何创伤的权利。韩国创伤未将的本钱落去，要很明了钱就按你结束，无爱做，那有按改。不过创伤送案呢，政府就要处理。佢要按用的讲，地方嘅永久发展按用的规划咯。一下总系等到事情发生呢，民众出来反对，人爱来面对。就算创伤见保证讲会保护环境，大家还係無法推相信。開發案變到做也唔錯，唔做也唔錯。當然啦，我既然土地已經買了，而且整個這個顧問公司1000多萬都已經付了，你說一句話就是說我不要在這裡，那我的權益呢？那我的整個計劃呢？我整個營運計劃勢必會有很大的一個衝擊啊！我願意給政府，還有給我們公司一個機會，去好好做後續的一個審查，審查得過，我就回到台灣把產線移回來；審查不過，我就繼續在大陸擴充。當然，如果在大陸擴充，就永遠不會再回來。這是台灣的政府所建立的制度，這也是民主淬煉的成果。我們不是人治的社會，權力大到說這個人可以，這個人不可以，因為這裡不是北韓，這裡是台灣。那我們也不能去杜絕或是沒收人民申請的權利，但我們也要捍衛這一些希望環境正義、希望環境維護，而且原來的一個意義的一個聲音，這個我們也兼顧。縣政府他現在可能還並不太了解這個整體的思維，他等於是說你來送案我就收案，可是我覺得這樣子會忽略了它是一個中立的立場，而且屏東是農業大縣啊，然後龍泉地區其實是很多優質農業的生產基地啊，所以如果它到底是一個工廠賺的幾千萬，跟很多農民的幾千萬是很多家庭的生計，到底要選擇哪一邊？我相信答案應該是很明顯的。好，台灣真的是好，可以公民覺醒是有希望的，因為我們公民覺醒之後，我們就能夠去鞭策政府、督促政府。好，因為今天台灣的施政會不彰，原因就在哪裡？很多都是政府的考量而已，他根本不關心地方的需要。關心一下那個政府農地要蓋工廠，5月28日，全國社區大學研討會在屏東舉行，2000鄉親未去參加一場台灣最重要的公民活動，擺攤的連署，希望有更多的人來支持，同時沒有團成嘅辦過，而聯絡外界來發聲。環保團體出表嘅講，農地開工廠有正當起，批評地方政府因採企業買農地買起來斷價。
安尼嘅理业又会开始，能排除为数码唔准，或系农地嘅太急事。如果这个案子圣州案如果被通过，那会立下一个我觉得就是癌细胞泛滥，在全身糜烂。因为台湾目前各县市统计起来了，大概有7到8万家既有的地下工厂，那它也就是侵入农地，那它的历程会这样子哦，一个细胞过来损坏一块土地，周边的农地本来可以农用的，那它现在因为被污染了嘛。然后就地方政府啊，在配合这个政商关系，就把它又变更为顺理成章，变更为公用地。然后公用地以后再过几届啊，有些权利人士又可以在工业区里面盖住宅区。你想他会1坪3000块卖它吗？不会，基本市价行情在1坪5万块。那你看这中间的利多非常的大。那万一再卖不出去呢？还有第2条路，我已经变工业区了。也许我再去申请一次变更为住宅区，也就是它永远就脱离掉农地很低价的位置，它可以在住宅区跟工业区两边去跑来跑去。那这种模式如果成功，将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企业就会跟进，来这样蚕食进入我们的农地。就算因为到环评控来拼，针对敏感期开发项目，环保局更怕冇注意到地下水对大量前提县民众有极重要嘅。韩国莫讲，也下被环评之徒提实几项，一路以来就本人告罪，讲系用开发的角度写出来嘅，这种问题一定严重。毕竟，它环评报告是以开发单位的角度来写这个东西，它大部分都是写好的，以让这个比较早能够去过关，然后它这个环评的一个公司，它也能够拿到它的一个酬劳了哈。所以在环评设计上面，就是说会让有一些面向没有办法具体的去呈现出来。喺讲新竹2000农地开发案3关就通过嘅，顺势开工厂生产。实测韩国上外在国门，屏东县环保局有喇叭嘅汽车原理，来监测环境做好把关膜。这18元，他们现在在工业区的稽查里面有一个固定每个月1次的，就3大工业区：屏东、内埔跟屏南。那圣州呢？它不是属于3大工业区，也就是说不是不是经济部工业局管理设立的工业区，那代表它以后就是什么？有举发才会有人去管，那这对地方民众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安稳的一个状态。我们拼命打开很多环评的开发案，却没有增加那个环境防火墙的这一块的能量，这个是未来一定要谈得清楚的前后逻辑的关系。该当年受骗呢，新竹2000农地嘅开发案检查变更成功，当农地方开工厂就会带来扩充效应。也就係講，會有一間又一間嘅工廠落到農地行來，等到安尼就表示一球又一球好好嘅田球就會冇去咧。他嘅網等國土功能愛本期，韓國合理分配安排來用，係白天出位韓國難剔頭。也從南台灣農地開發嘅戰爭，天民縣政府就民眾嘅意見，喺6月17都市計劃審議委員會後，決定唔同意新竹嘅土地變更案，他2000年簽署人嘅也從生產。古土地各便宜嘅農地，但係有幾多非農用嘅開發廠商，該有嘅上海買起來。也對小縣政府嘅先講農地愛農用係一定大嘅考驗，韓國每天錯唔會搶也白天天。